醫院管理局創新求變，積極配合市民嘅需求，建構可持續發展嘅公營醫療服務。人才係醫療服務發展嘅動力。今年嘅得獎者嚟自唔同嘅職系，開展更多智慧醫院項目，提升病人嘅體驗，改善運作嘅流程，對我哋嘅醫療體系付出咗卓越嘅貢獻。今年我哋好榮幸有14位優秀青年、7位傑出員工同埋6隊傑出團隊獲獎。佢哋迎合未來嘅服務需求同埋護理模式嘅發展，將創新科技應用到臨床，造福更多病人。呢啲成就離不開所有同事嘅共同努力。期望大家再接再厲，攜手為香港市民提供最優質嘅醫療服務。今年我哋好高興收到94份提名，充分體現咗大家對活動嘅熱烈支持。遴選委員會係根據候選人或者團隊嘅貢獻進行遴選，準則涵蓋以人為先、專業為本、敬業樂業同埋群策群力。而優秀青年獎更加需要擁有成為倡導者嘅特質，能夠激勵團隊創新，注入活力。恭喜晒！如果用球隊形容嘅話咧，我會覺得Jason 係一個好有個人技術啦，同埋突破能力嘅球員嚟嘅。同一時間咧，佢可以帶起成 team 人嘅 team spirit， 令到每一個人都 perform 得更加好。遇着某一啲情況嘅話咧，佢會自己補位啦，前中後場都踢晒。咁佢咧從來都喺我哋心目中嘅一個 MVP 嚟嘅。我覺得佢係一個領隊嘅角色，因為咧到去做部門主管咧，即係佢未必成日會落場踢嘅，但係我有陣時要 develop 一啲新 service 嘅話，佢會安排個 duty 等我 free 到去學，所以呢一個都係好重要咯。大腸嘅 service 嚟講咧，其實直腸嘅手術係比較難嘅，因為盆腔比較窄啦，我哋咧要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到直腸嘅癌症，咁包括大腸下嘅黏膜剝離術啦，或者其實可以要做一啲 combine 嘅 procedure， 包括係 laparoscopic 喺微創腹腔鏡入啦，或者係經過肛門度做一啲切除啊。咁其實科技日新月異啦，我哋將軍澳醫院咧都開始 develop 緊呢啲 service 啦，而家都會應用埋機械臂啦，咁亦都會令到個手術更加 smooth 嘅。恭喜晒！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。謝醫生咧做嘢好決斷，亦都咧考慮周詳，包括同事啦、病人佢哋嗰個感受啦同埋意見，佢嘅領導才能咧係相當之出色嘅。2023年呢，咁醫管局將佢轄下嘅中毒服務整合變成香港中毒控制中心，而我亦都好榮幸可以成為首任總監。以前係可能係每10年，而家係每1-2年呢，就有一啲新嘅毒物出現，或者新嘅人嘅行為咧引致新嘅中毒。咁我哋會加強監察啦，提升我哋預備嗰個能力啦，適時亦都會係推動政府啦，去譬如立法嘅管制啦，譬如喺過去我哋伊托米茲咧，我哋喺2024年第一季向香港政府提出個示警嘅，咁佢亦都好快啦，喺1年之內就已經完成咗立法，咁呢個都令到我哋所有嘅持份者都好鼓舞嘅。謝醫生係香港著名嘅解毒王，佢唔單止推動臨床毒理學嘅發展，佢亦都周圍喺世界各地講學，教授中毒解毒嘅知識，幫助其他嘅地方去建立同埋應對中毒嘅威脅，所以咧佢得獎係實至名歸嘅。謝醫生，恭喜晒！多謝多謝。